认得去阿嬷兜，鸡母分卵。过早起，阿嬷互认得看鸡母底分卵，甲伊讲，着父烧烧，小心顾，拢毋通拍冷，别日就有鸡仔囝。鸡母真欢喜，阿嬷也欢喜。认得逐日去问鸡母有鸡仔囝未？学听后因为真爱看。一摆去，看鸡母无伫咧，认得就出声话讲：鸡母啊，紧来，你的卵未拍冷，紧来。鸡母有乞讨者无听见，认得的心真艰苦，想要退鸡母步，就轻轻仔囥伫卵个顶面，用衫盖烧，要听候鸡母转来。底区的时，忽然有人来，大声问：你伫做甚物？认得惊一个，忽然坐一个伫鸡卵顶，鸡卵拢破了了。认得的衫、裤、手，拢有黄黄的鸡卵仁，真歹味。认得大声吼，讲：我伫替鸡母分卵，伊毋较紧来。我伫替鸡母分卵，伊毋紧来。因兜的人拢出来看，拢爱笑。认得若活人，人就走，讲毋通活我，你拢黏黏。阿嬷行洗衫桶，甲认得脱衫裤，洗身躯，甲伊换穿去的衫，抱伊去困。到半暝，认得困醒，大声吼，阿嬷紧走来看啥代。认得讲：阿嬷啊，毋知鸡母有艰苦无？伊的卵拢无去。阿嬷讲：无要紧，你毋是歹意，毋免伤艰苦。过早起，认得拄着鸡母，认得就甲伊讲：鸡母啊，我毋是歹意，你知吗？我直直叫你，你毋来，你毋通伤艰苦。鸡母出声讲：咕咕鸡，若亲像袂晓听。阿嬷去甲厝边讨鸡卵，互鸡母孵，过无偌久就有水水的鸡仔囝。认得真欢喜，无人伫咧时就掠一只，下伫伊的地仔，拢无人知。去困的时，阿嬷奇怪伊怎样毋脱衫，也无勉强伊脱。到半暝，鸡仔囝出来水水吼，阿嬷才知，真爱笑。